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主持人陈明珍哦。今天份《村民太飞》持续带人关心台湾农业的问题。上礼拜节目来到的内容係台灣烏土農業故鄉花蓮嘅蘇鳳鄉來看看佢哋做烏土有機嘅農業發展到樣板型。結果發現呢，其實都介為有機產業發展到好蠻的好，但是農民嘅平均年齡又較高，其實咧，故所來看到。假使你嘅台灣農業嘅永續發展，除咗因耕種嘅方式，而係綠色嘅環保嘅永續對生態有好嘅方式以外呢，另外係唔係有新嘅較搶眼嘅人，較年輕人嚟加入農村嚟做農嚟係真重要嘅。故所今年來到台東縣嘅鹿野鄉歸台灣嘅農民嘅平均年齡係54.3歲到台東又較後生係52.8歲比平均年齡較後生嘅1歲人所以來到台東只會看到較後生、較年輕嘅農民常常記得做乜嘅想要到轉到農村來做農，記得轉到農村來做農係做樣板型嘅耕種生產，容易種果子容易種茶，容易耕田記得做了到農業生產時間呢，遇到哪啲困難像倆都係來討論嘅，像先歡迎台下嘅鄉親來參加，然後馬上歡迎介紹台東嘅來賓。第一個呢係你嘅行政院農糧署台東東區分署嘅副分署長羅文亮羅副分署長，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農糧署東區分署羅文亮請大家多多指教，謝謝。好，稍等面紹嘅係你台東區嘅農業改良廠嘅廠長林學士林廠長，你好。主持人好，還有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農委會台東區農業改良場的廠長林學士，大家晚安。好，稍等面紹嘅係台東大學針對東台灣區域嘅嚟做研究嘅夏黎明夏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好，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到這邊跟大家一起討論這個問題。我是偶爾韓籍，我不會講客語，沒有關係。好，謝謝夏教授來參加我們節目台話講到台灣嘅農民平均年齡係54.3歲啦然後可以讓他詳細嘅資料是講，到底台灣農民大體幾多歲嘅人佔比例較多，幾多歲人佔比例較少來看到嘅係民國95年嘅時間你看到係。從事農業最多嘅人口呢，係到45到64歲兩部分有40.4%嘅佔嘅比例65歲以上嘅農民要佔33.4%，表示講台灣嘅農民到95年嘅時間呢，也年歲係較高嘅啦來到民國99年，經過4年嘅時間，變後生喎，變加落下去所以看到。45歲到64歲變到44.2%度65歲以上要31.1%度，係呢個表示講，其實台灣做農嘅人係喺到45歲以上嘅係佔70%多所以看到後生嘅投入其實唔係按多啦，好像30到44歲那種青壯年嘅人口大概18.1%而已所以還是看到其實台灣嘅農民嘅平均年齡都是年過半百，還在務農啦那唔過呢，已經講到台東嘅嗰種嘅農民平均年齡較年輕係52.8歲我想先請教一下，我現場有蠻年輕的農民有沒有人要來告訴我們一下？做乜嘅轉到台東來做農轉到台東來做農嘅原因老理由係乜嘅？做起來是會咁艱苦嗎？那個詳情卡數，好了解手機。我現在還在磨合期，說真的，因為我就是都市回來，連我先生也是。他雖然小時候這邊長大，後來去讀書回來之後，現在在學農業方面，他也是在學。這2年都不斷的在學，雖然說有一些機器可以幫助，但是我。有的時候，他出去工作，晚上回來，我是知道他們很累的，就是他的工作量很大。那我說為什麼你們工作量這麼大？就是我們回來做事，我以為說，應該可以人手很夠，結果我發現其實不是，就是一個人要做好多工作，雜事很多之外，到了農忙期的時候，要請做工的人做又很少。
就是说我们现在住的那个地方缺乏能够做事的找到人，人工，找不到人，找不到年龄层找得到都偏大了，那他们体力也有限，然后可能也做不来。好，谢谢您的分享哦，谢谢还在磨合当中，还没哪一位？我看这边抱着一个小朋友的，您的小朋友多大了？快6个月。快6个月了哈。那您太太说一年年薪3万块，您会不会很担心他将来靠什么来长大？钱够不够用？也是会，因为现在农业还是需要人手，但是人手不足，相对的我们付出更多的心力的话，可能身体上也是大概也差不多50几岁就差不多了。哦，所以你们想说再做个20年就要退休了，差不多哈。可以的话，那你有没有想过说，譬如说，我可以提升我的种植技术啊，提高我的生产品质，也许我的收入就会增加？有想过这样子的一种学习或者说经验的传承的请教吗？像我也是回来2年，也是在这2年学了蛮多，发现说这个技术上还有很多可以突破啊。现在就是推广有机农业的话，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吧。哦，那信心有变得比较增强吗？对，有吼，好，可能两位后生的公婆，带领突然嘅声音呢，录样是提讲，其实都推动呢，青岛嘅农村都面临相同问题，人口老化，还有人力外流哈。不过都带来问题有经验冲，还个系唔系增进青岛后生人进入家乡做农嘅时节，佢哋都技术还有感染方面都做带动，为了农村嘅提升呢。先看一段新闻记者采访嘅样片。金黄色嘅天球，日頭照一下，看起來真實嘅正到講唔大嘅景色，是看到一個後生嘅農民帶定啲馬喺天球度來掃草，細心細意嘅照顧。佢喺經驗中32歲嘅陳家前，本單啲拿普通樹做些鹹鹹嘅衛生嘢。30年前嘅天進到家鄉推動關山，不用睇咧，屬於穩定嘅自信也條度，開始落身來做農。頭擺係喺度西埔。共走土樹10年的時間，工作的那個方式啊，不會是自己喜歡的、想要的，所以我們夫妻2個就想說，既然回到關山要做，那要靠什麼來維生？我們就想說，那好，既然家裡也有在做米，那我們就應該把自己家裡的一個產業，重新再做一個規劃。是做多主管職嘅陳太太，唔但搶唔驚辛苦，天天老公進到家鄉來做農，兩公婆遇到前出農業嘅新出路，識參加培養計劃同前輩來學習，還成將你生小弟弟教你生小班一條，不過實際都成去做嘅時節，才發現到做農實在冇安貴。投入了這個行業之後，才發現做農真的成本好大，好可怕。我以前從來不知道一台農機要200-300萬，跟一台賓士車一樣貴。所有的機具加起來，我們曾經去試算過那些機具啊，大概1000多萬跑不掉。所以你如果說要做農，真的是需要一點點本錢。唔但將成本動高，事實上對所有嘅農民嚟講，我用嚟賣出去打出通路係真困難呢。嗰種幾下掉，佢天為自家去做困難。在台東這邊啊。它的內需市場非常小，那銷售出去的這個部分對我們來說會是最辛苦的，因為我們人必須走出去。其實當農夫走出去的時候，跟消費者直接面對面跟他講說，我們產地有什麼事情的時候，那個是最容易打動消費者的。比到會提高自家種嘅米啲市場空嘅競爭力，陳家前嘅天地品牌開始嚟做，啲農業設計，還將米嘅包裝自製化，變做禮品嚟打開市場。還貼片設計一種關山嘅景點產業地圖，因啲包裝之後，每個本消費者了解才提嘅故事。是希望把大家集合到我們的小鎮上來，然後呢，由這個地圖來去探索我們小鎮的一些文化。佢哋一步一步慢慢去做累積經驗，韓國發揮了後生人嘅創意，本米唔單搶係一般嘅糧食作物，還提高了佢嘅品質，用途變到還較多元化咧。唔單搶用米來講出在地嘅故事，未為台灣嘅農業加添咗新嘅發力。好，台灣看到個新聞樣片，底下都各位陳太太說了哈。
一台农机要200-300万，跟一台宾士车一样哈。所以做农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哈，但是风险也大，尤其是都发动机器风采又大吼，那种落胎水机费也大，所以讲也成本高、风险高嘅投入，但是呢，像也是一个知识密集的产业。你看那2个年轻小夫妻哈，又要会种，又要会卖，好，还要学会包装，还要学会行销哈，所以等于说它其实是一个成本高、风险高、知识密集的产业，跟过去我们所认知到、想象的农业是完全不一样哈。那希望先强调一下我们的罗副分署长，就是说，您怎样看待这些年轻回农的这些农民，他们在农村起步的时候，他们所面临到的现实的状况？最基本的我是建议农民呢，如果说回到我们乡来务农的话，一定要先找我们的农会。先找我们的农会，因为农会呢是我们农民。先去找农会借钱吗？不是，不然那农机一台200-300万。不是，农会的话，基本上你加入他的组织，他会传达你相关政府有关的一些资讯给你。所以你可以去请教农会，那农会会告诉你说你是参加什么办法，政府有给你相关的一些哪些的一个辅导。有一些哪一些的补助等等，那你得到这个资讯之后，你可以事半功倍，还可以事半功倍。好，那都在能不能事半功倍？我们请教一下改良场林厂长，就是说，刚刚这位2位新闻影片2位年轻农民，他们参加什么？参加飘鸟计划啦，有参加这个产销履历啦，参加产销班。其实这些东西农改场都有在提供课程吧，哈。那这些课程，您觉得说？对来上过课的人，10个来上课，最后回去务农的有几个？我们农业试验改良场所有一套整合出来的一套那个叫做农民学院。现在全台湾总共有14个机关单位所组成，农、林、渔、牧都有哈。那尤其是在农的这个地方是最庞大的，包括所有的。那这个农民学院是所有想要务农的人都可以去报名上课吗？要上几小时的课？那有证书吗？有。那有这证书会保证就业吗？这个课程它其实包括从农业体验开始，又分为入门班、初阶班、进阶班跟高阶班。像在我们厂里，昨天才刚刚有一个班结训，那是1个月的一个。初阶班刚刚结训，那他是从入门大概只有2-3天的时间，这样引导你进入这个农业的。但是经过这个入门，并不是你马上就会懂得农业要怎么做，还是要实际去见习。所以我们农民学院里面还有一套制度叫做见习制度。见习。都看在好像是你会转介他们到一些农场去学习。对。转接到农场去实习，那个最短4个月，最长会到1年的时间。那他们去实习是有薪水的吗？那薪水谁付？那倒不是，是对于这个教他的人，这些有补贴的，主要是对农场主人有补贴。农场主有补贴，因为农场主人进行经验的传授嘛。对对，像老师一样。就像我们的技术过去从父母那边学来的，那个精神是一样。但是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现在时代的不同，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叔叔伯伯，所以我们政府才要成立这个农民学院，把这整套的技术要来教给我们年轻人。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夏教授，就是说，您刚刚听到这2位小夫妻的现身说法，也看到新闻影片那您觉得说，年轻的人他们带着新的观念或想法，或者对务农的一知半解，甚至不了解，加入这个农村，会撞击出什么样新的火花？那这样的东西对整个农业或农村的发展来讲，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吗？我想未来台湾可能有一个农业发展的趋势，叫做农作的多样化、多样性。就是除了大面积专业化的生产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它就是多样生产。那多样生产它的价格会比较高。生产的成本会不一样，可是这个时候刚才提过了，必须诉诸另外一个小众的分众的市场。那这个时候呢，生产者要直接跟消费者有不同的接触互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消费者他买生产者的食物，作物不只是因为它的价格，还包括他所对土地的一种
友善，或者说它的健康对健康的一个好处，所以可能在价格上面，这些消费者他是理解，他也愿意支持的。那生产者跟消费者取得这样的一种信任关系，彼此的一种对这样的一种作物生产的一种这个默契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未来台湾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跟农业有关的消费的形态跟生产的形态。我觉得未来下一批的农业生产这一个部分是非常非常有潜力，而且需要去发展的。OK， 好，就像我们这个现场或者是影片看到2对年轻的夫妇，他们都是从事有机，或者是开始尝试有机的种作，甚至他们直接去面对消费者，告诉消费者我们农村的故事是什么，让消费者触发了感情认同之后来进行消费，甚至是常态性的消费，永远的支持。好，而且我要劝告一下现场的来宾就是说有没有您在我们这边务农那不管是您做哪一种项目的耕作，有没有什么经验要分享，或者你觉得说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可以是给台上的这些我们副分署长或是厂长一些提醒或建议的。好，这位先生。真的在做农才开始要学农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到现在11-12年来事实上这整个过程的一个部分呢，事实上也主要的一个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在做有机这一块，事实上是很大的冲突点，是在跟我们父母亲的一个传统耕作的观念上的一个冲突，是比较难去协调的。但是这是比较要直接面对生产量。他怕你种的东西都被虫吃掉了，然后你就卖不到钱，会饿肚子。在还没有收之前，甚至都还是担心我们的农作物在哪里，因为都在杂草里面，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个过程后面慢慢的也想要说因为劳力的一个缺乏，实际上也进而想要从转向以所谓的机械化的一个管理，但是发现到真的是这个农机具的一个成本投资真的是非常的高。所以您第一个阶段的困难是说要去先学的农业技术，第一个阶段困难是说要跟父母沟通传统的耕作观念，第3个就是我口袋不够深。没错。好，那口袋不够深的问题，等一下我们来问一下我们这个副分署长好不好？好，还有最后一个当然就是在这几年的一个过程中当然现在果树的一个栽培也进入收获期了，但是现在又有一个要挑战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个产品这样的一个销售平台，事实上是比较缺乏的。所以有机虽然好，但是有机的市场也比较小，或者说整个在东部地区市场相对比较小。因为包括在整个台东县内的一个在地消费的人口本身就比较少了。是，好，所以您遇到2个问题，资金跟通路销售问题。好，还有哪一位农民跟我们分享？这一位先生。最主要我是觉得所有的农作物，你的生产你一定要把你的特色抓出来，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好，特色去往外推。就像刚刚夏教授讲的那个以后就是农民跟消费者的之间的那个销售是当然你的特色就是你的消费者怎么样去信任你，你的耕作方式，你的农作方式，他能不能认同？不是讲故事给他们听就好了。是还要有把自己的特色，甚至那个让消费者非常的放心安心的。所以你的消费者都直接到你的农场来跟你购买？这个是占我们蛮大部分的那个消费群。不过这个之前已经付出将近10年的努力。哇，10年努力才有这样的成果所以您跟这位讲说，这个慢慢来了所以那个是一个过程我是觉得是我们现在是我是认为特色一定要经营出来。特色一定要经营出来，要不然跟大家一样的话，今天他不会跑到你家去买，不会大老远跑到台东来跟你买东西，他随便市场上就可以买得到，甚至那个超级市场还是任何一个市集，他都可以买得到的东西，他不用很特别来指定说要到你这边买。好，谢谢这位先生的分享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罗副分署长，
1600用了3，口袋不够深啊，怎么办？我想钱不够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基本上你个人经营的规模，你要考量你的规模要做到多大，那你要衡量你这样的规模的收入跟支出大概会达到怎么样的一个平衡。好，那当然贷款的部分呢，我们农会这边有农业的低利贷款可以协助我们农民哈。那另外有机这一块，政府呢也有给予相关的一个验证的补助。那验证补助费之外，还有土壤、水质，那还有农产品的检验费用，这一部分政府都有给有意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来做补助。那刚才我们这个秀明的这个老板有讲过哈，其实做有机非常的辛苦。好，那刚才就说草啦，因为你都不能够施化学肥料或者是除草剂之类的。那所以呢，它是一个友善环境的一个耕作方式。这个本身自己要对于这种环境有相当的认同感的人，也就是说你有那一种使命感，你才去做有机，否则这个有机做起来你会觉得非常的辛苦。那除了刚才所讲的，除了你施化学肥料、农药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之外，那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那间接的那能够认同有机这样的一个耕作方式，从事有机。那刚才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东部这一块基本上它是没有工业污染的一个地区，无工业的污染所以东部来讲啊，有机农业是未来的一个亮点。好，刚才你副分署长讲，他提供出一种特色的想法啦你讲啊，他政府党还台里推动所谓小地主台天农、小地主大佃农，然后这几年也有很多这种媒合啦或低利贷款这等等都有我想要强调一下现场的来宾和观众，就是说有没有人在从事小地主大佃农的工作？那您觉得说您在做这个小地主大佃农实际在做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面临什么样的困难？那要做个反应的，请举手发言好吗？好，这位先生。伫小地主大佃农业问题我本身主导的问题都会讲，也政策清好，但是它的细部太复杂。细部太复杂。因为它很多琐琐碎碎的把你限制着。譬如说现在我也是耕作有机的农作，但是我周边很多农地呢，我要跟他承租的时候，你不能用到小地主大佃农。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双期休耕。这个是把你限制着。那我周遭田地都是在喷农药，我想要跟他收承租过来，结果遇到就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那我们自己跟他承租，那承租的租金很高，那很高以后，那我们的成本就很重。所以在这个区块呢，在推这个小地主大佃农这个区块，利益很好了。不过后面的环境。因为讲连沙利用等会休工，那条件对你来讲，实际迄只动态困难是超的。青岛农民呢，徛喺农田无攀休工啊。徛在种。佢无种咩？迄主人主人年都喺85年、86年，有连沙两期又休工诶。你将主就是6年啦。系啦，这两期你一连沙就休工，你将有也权利互标本人。无个拍人去拍飞票，结果拍飞票让老娘突提就无脸穷哈。当中时的俩 V 走，该 V 走，东片走，西片走。没有，安尼做有机的有机的就是林地能够尽量把它吸收，才不会被污染。对，还有间隔带要1公尺吧所以我刚才也他从这都会讲，你的规定太多了。规定。反而造成农民的不便。还有没有哪个农民在从事小地主大佃农有建议或有意见要分享的？我们现在人口都老化，像有一些国有地啦、河川地那些老人家，他们不能做我们想做，我们不能承租啊。对，东部有蛮多是这种国有林地或国产。那再来一点就是，我地租了以后，我买机器，光是那些贷款也是还不起啊。也是还不起。你现在身上有这个农机的贷款吗？我现在身上是没有，我是有多少买多少啦。有多少？最主要是说我们那些小型农机现在一般的农户最需要就是这些。
要大型的没有几个啦。哦，那您投资在小型农机这个成本上面，到目前为止已经累计大概多少了？可能50-60以上啊。50-60了。哎，好，谢谢。那福分署长，好，听话讲到要连续休耕永动吼，然后来承租，两者都讲了问题动态吼。好，我这边要先说明哈，这个小地主大佃农，它这个定义是什么？哈，那主要目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有太多的当初休耕的农地没有耕作，那各界呢认为说这样的休耕农地没有做是很可惜，那希望能够鼓励，好，希望能够鼓励的种这一个能够复耕哈，所以政府的就推了种小地主大佃农的政策出来。目的就是讲，安尼伊到了年龄一大嘅农民吼，佢冇力去做咧，佢嘛冇意愿去做咧，安样嘅农地啊，咱咧讲本安尼后生人来做工，来接来做，吼，小地主大佃农嘅尽心系最了不起啦。所以讲伊张先义，咱因住国有土地来讲，了就唔係講農民佢一家嘅土地。冇法度做咧，冇力做咧，變出來嘅土地，吼，比如講伊到國有水產局主來也好，係講伊啲土地，就變講唔係安樣嘅盡心啦，吼。另外，伊若講了小地主大佃農，佢票嘅地吼，其實伊日本嘅農地票嘅多啊多得，95年、96年連續休耕嘅嗰種嘅農地吼，嘛多得，即種佢鋪95到96。2年嘅土地啊，你若講你住嘅道咧講，本身佢認為佢係休耕嘅土地，佢本單就領有政府1期4萬5嘅嗰種嘅補助，吼，所以你若講到咧係票到安樣嘅土地咧講，政府就到得替安尼出4萬塊嘅租金，安尼承租人出1萬就到得，吼，你係，啊你若係講係票日本嘅土地。日本的土地，冇連啥休耕，冇現嘅政府本單的冇本去補助了種嘅休耕費啊，錯冇？所以你若去票日本的農地來講，政府就冇法度，可能那4萬塊本你是那本了提租，哦就冇法度。所以兩種嘅土地嘅性質係冇群眾嘅，哦所以兩點有咱李先生吼做一個順面安樣啦。所以講，剛才嗰請教分署長是講。聽話講到連啥兩年來休耕，係因為講伊有倆休耕補助，休耕補助倆部分啊，政府就係填數啦哈。假使講伊係去票嗰種冇連啥休耕嘅土地，其實冇怕兩個補助嘛哈。但是佢有可能因為我倆係擴大擴大我的耕種面積以後，我哋小地主大佃農啊，我就可以申請像農機具的這種低利貸款或免息貸款，有可能嗎？錯。兩點政府嘛有上多吼，鼓勵安尼大家來講，是票日本的農地嘛唔怕。你若票日本的農地來講，日甲地政府嘛確實就有1萬塊嘅農地利用獎勵金，吼，租一甲地日甲地政府就先分伊1萬塊嘅兩種嘅獎勵金。另外，你若講票兩種嘅日本地來講，租金你攞農費食，唔是利息，吼。政府還有對兩點，還有乜個措施呢？就係講，你若係有規模達到一個大佃農嘅規模來講，你寫經營計劃書、經營計劃書，你送到安尼農會來，安尼農會咱去審查冇問題咧，農機補助嘛都得1/3到1/2，哦，你嘅規模若較細，政府補助你個農業個。設施你也賣農機具，你聽人講賣所有農機具吼，就講200萬啊，100萬唔怕，政府補助你1/3，吼，你若講種水稻，你個規模若有30甲以上，政府補助你1/2，吼，相關的措施，唔係講你一定會票到住到95、962年連續休耕地，咱就掠到個獎勵，吼。
9596的，是租金上面有补助，只差了一个承租的奖励金而已。台湾哈港中最多的还那些师傅的啦哈，该说的稻农还是占比较多的比例哈。看哈，一个稻农给他一张烟叶给几多哈？假是他讲哈，一甲梯1万斤来算哈，干尸骨比例换算过1万斤，差不多8000斤哈。那再算是说，这个千粒重的容重比是0.68，乘上去就是5440。比如讲，一甲梯唔够就1万斤的谷诶，配走以后差不多就5440斤按样型哈。但一包谷呢，还60斤哈。那以公粮收购价最高价格1380来看的话，按样型一吨的话，唔够来无做传到125000人。好了，扣的成本哦，成本差不多8万块左右。假设你是小地主大地主，搞不好或是有机种作，这个8万块还要再往上看。扣下来呢，一吨就会传到45000元左右。那还一吨6个月所存多少钱？算一下，4万5除上6个月，一个月月薪是7504块。也就是说，两夫妻的月薪，一个人是3000多块，你也是3000多块，加起来是7500哈。你还能用它狗家私的公粮家私1380元的款，家私一包够1000亿呀1000亿发，可能呀整个的收入还是更少的哈。比如讲，其实做农都台湾来讲，唔係去按简单的事情，你唔简单无单止讲係做的时间同辛苦，同时因为佢收入唔係非常的好哈。故所呢，同多人是讲，我做农同像冇前景。政府讲，跟你冇关系，我用手提出太天农的方式，提供你的付出，提供你的代利息嘅贷款，希望你做嚟做农，发台湾嘅土地，为台湾永续嘅发展来打拼哈。那希望你先了解阿样嘅情况以后，各位下继续来讨论。台湾农民都讲到，我种嘅东西我卖唔出去，品牌行社会路按样买起来行咯。我说，先看一下广告以后继续来关心。吹蓝了海南，水流。